回来了。果然是你！6万年过去了，神界都毁灭了，你竟然还活着！糟了，那枪上的神力太大，远超上军灵脉。再这么下去，浩驰，没事吧？何人所为？浩驰，你怎么没事？神君灵力高强，必固再下一城吧。青木，神枪技以择你为主，不日定可助你成为上神。方才我替你解决火麒麟，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呢。昭儿，不可妄言。闯我修炼之地，杀我护山神兽，罪无可赦。昭儿，此人能入青木识海，定是一道断念残魂。可他灵力高深，绝不能触怒。如今唯有赌上一赌了。见过白绝神尊。见过白绝神尊。圣果，浩驰，我回来了。白绝神尊，没伤着你吧？你认识我吗？何止认识，比日月还亘古，比山川还经久。我从没有一刻忘记过你。浩驰，你无耻！神尊，是下军教祖无方，二子伤了红日残破，实乃大错，还请神尊看在我和无患的情分上，饶了我儿。白绝神尊，麻烦你放了他们两个吧。若他们二人死在你手下，那青木将来便无法立足于三界。圣果，浩驰。